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夫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如果你们很忙，可以不用过来婚礼，反正我也不会邀请你们。经理，这个呆小子谁呀？你背叛我！郭明明，妄想症是一种病，有病就得治。老天爷在上，我什么时候搭理过你？还有你，爷爷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作为女儿居然妄想一手遮天，你未免也太自信了一些。只要有我许静一口气在，这5%就永远不可能到你手。对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已经泼出去很多年了。对于我们许家来说，你也只是个外人而已。亲爱的，名字。站住！你小子谁呀？他是谁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公司的保安，工号5927。保安，怪不得一股狗骚味儿啊你说话注意点儿。！5927，如果你只是条看门狗，就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，离你的主子远一点。听明白了吗？5927。郭明明，你干什么？静静，你是从哪儿？上！徐总，可以走了。静静，我们才是命中注定天生一对儿，是不是？抚去医院啊！快！坐后面。徐总，请系好安全带。你不过是我哥和那个骚狐狸的私生女，我见不得人。我有你妈见不得人吗？刚才的事情，你不要当真。刚才的事儿我不记得了。不准摸嘴唇。好的，徐总。也不准舔嘴唇。之前在公司，我没主动扫场所码，
是我的问题。场所马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可是，你后面的反应是不是有点……徐总，你是想让我道歉吗？好的，徐总，我对不起。不用，是我不对，你很对。希望你以后在工作中继续保持这种认真的态度。开车。今天你们能过去一个，算我输。力度尽量别让人进医院。八拳秀腿有上。站住！你没事吧，小叶姐？徐总，你个老王八蛋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小叶姐崴了脚，你们一个个的早被踢飞了。我上。小保安，小叶说了，你们不能过，谁也不能过。小保安，公司快倒闭了，何必呢？叫你赶紧走人吧，给我扁他！场所码你们都扫了吗？快走！不上楼下我都已经检查过了，人都走了，门和灯我都关好了。听我的，赶紧走，报警！这帮人不好对付。小保安，有新来的吧？这样的赶紧要滚！保护好他。5927，我给你掐杠子。保护公司安全是我的职责。场所码，你要不然先人脸识别下我。给我上！走，快，过来，快走！王总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别痴心妄想了。快，不用走。谁是你的小月姐？那是公司的小叶姐。徐总，最近公司不太平，你要小心一点。你为什么盯着我嘴唇看？你什么你啊？其实刚刚说加工资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胡闹！你给公司办事儿，那不天经地义的吗？再说人家徐总能把你忘了吗？你这事儿怎么能自己主动提出来呢？对不对？徐总，新来的不懂规矩。但是啊，今天你表现真不错。今天晚上吃火锅，给你多点盘肉。火锅？就是下班了嘛，随便吃点。
咱们一起。你不走吗？我要看到你安全进家门。要不你进来待一会儿，喝杯水。也好，我进去看看安保情况。有小区业主反映，一个可疑男子尾随咱们徐总进了别墅。你说这事儿正巧被咱们碰见，咱们集团保安部是不是要见义勇为啊？是。坐。5927，你真的是个保安？你给我的新工作是保护你的安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算了，我还是叫你5927吧。5927，还挺顺口的。楼上楼下我都已经检查过一遍了，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这是备用钥匙，先放在你这儿保管。这里面还有车库的钥匙，你今天可以把车开回去，明天再开过来接我。我最后再去后院检查一下。再见，5927。再见，徐总。这里的热心居民，是不是呀？
是。有人看到这个人尾随这里的女主人入室，意图不轨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是他的保安，你们走吧。哼，他让我们走，我们走不走？不走。那我只能亲自送你们走了。哼，怕你啊！怕你啊！小声点儿，不要吵到周围的邻居。带着这群人离开这里，别再来了。走啊，走啊！快点！已经走了，别追了。要报警吗？徐总，我看是有人想故意把事情搞大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明天我来处理吧。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徐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5927，今晚
可以留下来。你也是来啊？啊，我是说，你睡得这么早？我会随时醒的，放心。那我关灯了。5:27，你睡着了吗？还没。你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没有。徐总，我们得离开这里。怎么了？准备好了吗？我带你冲出去。徐总，系好安全带。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可以起飞了。徐总，保重。
静静，我说过，我们才是天生一对儿啊！徐总，冰箱里的食材我擅自拿来用了。嗯。徐总，早餐很重要，多吃一点。你还会做早餐啊？保证饮食健康非常重要。你会开快艇吗？不会。那你会开飞机吗？那你平常在家里做点什么呀？我做家务，我喜欢擦地。5927，你有女朋友吗？算了，你不用非得告诉我。是我爸爸的好朋友刘叔传来的短信，我爸爸已经失踪3年了。我们走吧。肉，把饭吃完。徐总，咱们是不是开车更安全一点？车没油了。等等。好，搂住我的腰，5927，出发。徐总，我感觉就这样进去太引人注目，会有危险。你是哪里？我想吃冰淇淋。5927，去给我买个冰淇淋。
好的，徐总，要什么口味？巧克力。你好，要一份巧克力的。刘叔，我找了你好久。刘叔，刘叔，静姐，你有我爸爸的消息吗？静姐，刘叔，我对不起你啊！静姐，静姐，刘叔，静姐，静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把你从那个恶棍保安手里救出去。你滚开！就凭你，就凭我。静静，你该不会还期待那个恶棍保安来救你吧？如你所愿，5927。静静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那个恶棍保安已经被我派人收拾了，而且为了万无一失，我还请了504大高手来保护。504大高手？徐总，你叫我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是你们把徐总弄伤的？是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恶棍保安才让他受的伤。你可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！有种，你跟4大高手打。徐总，巧克力味的冰淇淋卖光了，一会儿去别的地方给你买。马上就回来。年轻人，你不讲武德你！你别过来啊！我插你眼啊！我练过的。郭明明，回去告诉你舅妈，无论她是用什么卑鄙的手段拿到的集团股份，我都会调查清楚。至于我的股份，
让他别做梦了。听明白徐总的话了吗？臭小子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替人卖命的小保安。你以为向康那样的女人真的会对你动感情？别做梦了，你就是他的一个工具，一个下人，一条狗。郭明明，放你个大臭屁！5927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那是在放屁。走吧，徐总，去买巧克力味的冰淇淋。你没事吧？大江，回来。徐总，你俩要不披个浴巾啥的？这弓箭这么夸张，哪里来的？喏，还没你给安排。你俩这样。谁安排的？哎，你们干啥呢？把衣服都给我穿好了。你哪的事儿？马上还，马上还啊！马上还！我们这是啥地方？5星级酒店，招待外宾呢。小贱货，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。你觉得5927这个人靠谱？你都挂人家脖子上了，你问我呀？堵上你的嘴！对不起啊，我们家的事还牵扯到你。你神经病啊！跟我说这些。实在不太想连累其他人。你现在有了5927，当然不需要我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看是你不想要我了吧？刚刚在酒店里，你差点射到我。我5岁开始练射箭，16岁学成之后，从来没有射频。每次听你说这些又帅气又骚气的话，都让我嫉妒的想掐。哎，别把果盘弄乱了，你还怎么给人家？谁说我要给他？他是谁啊？哼！
5927。5927。怪不得要从侧门楼梯把我带上，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真是瞎了我的眼了。哼！5927。穿好衣服，走吧，你被解雇。知道了，记住我的编号5927。从偏门楼梯出去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这里脏，我要去公司。现在公司没人呀。不要脸，平时装的跟个木头疙瘩似的，其实骨子里就是臭不要脸，简直就是不要脸。5927，去死吧！怎么开车的？抱歉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市区不许鸣笛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刚学会开车，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，我下次肯定会注意的。开这么好的车，看你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素质呢？5927，臭不要脸！5927，臭不要脸！5927，臭不要脸！徐总，之前不是说公司要停业整顿吗？然后大家就都先回去了。但是您放心啊，只要有我在，公司肯定出不了乱子。5927没来吗？哎呦，这个臭小子啊，你就也没打电话请个假啥的。你等着，他来了我肯定臭骂他一顿啊！这个时候正是公司的存亡之秋，最能看出来一个人是否具备忠诚的品质。忠诚。但是这小子吧，人还不错，应该确实是有急事儿。但是有急事儿也得打个电话请个假呀。徐总，我去看门了。
静静，你怎么就一个人？你那个贴身小保安呢？小月呢？你们把她怎么样了？前2天我无意中从老爷子那儿得知，他把这间仓库留给了你，所以叫你过来是想搞明白老爷子这么做的目的。许素君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了！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仓库。静静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小保安闹别扭了？我跟你说，那种小保安，别看他现在层次低，在外面花得很。你看看现在，徐静，当年我哥哥为了你妈和你背弃了整个家族，但是3年前你只身一人从国外回来，我们却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毕竟老爷子还是喜欢你的。我爸爸失踪的事我会调查清楚的。至于我的股份，你别做梦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吗？你们是不是挟持了小月？快告诉我她在哪儿，不然我要报警了。其实3年来你的一切我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你的命运一直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把他公司资料拿过来。小月，是你吗？你没必要埋怨他，从一开始，小月就是我安排在你身边的。现在时机已经成熟。其实要不是突然蹦出一个小保安，事情早就结束了。今天早上那个女人是你。只有你有我家的钥匙。那天晚上出现在别墅的是你，偷走我电脑里公司资料的也是你。我原本以为这里会藏着老爷子留给你的什么秘密，现在看来，这只不过就是一间破仓库而已。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你公司的财务状况，问题比我想的还要严重。现在，除了把你手中的股份卖给我，你别无选择。小月，这几年谢谢你照顾我。无论怎样，你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签字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是
已经是孤家寡人了，何必再把自己弄得这么惨呢？只要你愿意，我的怀抱永远向你敞开。你给我的新工作是保护你的安全，是你们把徐总弄伤的。徐总，可以走了。徐总，记住我的编号5927。从偏门楼梯出去。5927，5927，芊芊，我听说你把那个小保安给解雇了，人家的心岂不是被你伤透了呀？徐总，我在。5927，你怎么才来？就知道你会阴魂不散。今天就看看你到底有多能打。我签，让你手下的人都退下。我签。徐总，你可以不用签。他们都拿着武器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过？我签完，你带我走。芊芊，你对他是当真的？这样，咱们按剧本来，我这边先一拥而上，把他打得连爹妈都不认识。你签不签？我签，我签，你别打了，我签，求你了，别打他了，我签。这时候，你再梨花带雨的说：“我签，我签，你别打他。”怎么样？咱们就这么来。走！看本稿，你不按剧本来是吧？这是5万伏电压的电击枪，你敢过来，
我就把你主子变成脑残。我嘴贱，我开玩笑。够了，别太过分了。你们不按剧本来。你这把玩具枪也太冷。尚弦月，是不是有点多管闲事了？我欠你的已经还清了。警察不许动。许素君、尚弦月、郭明明，把他们铐起来。你们干什么？谁给你们权利这么做的？我们是警察，这是逮捕令。我们现在已经收集足够的证据，足以证明你们涉嫌犯有危害公共安全罪、破坏经济秩序罪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、贪污贿赂罪，把他们带走。证据呢？你们现在就拿出证据来。证据我已经交给警方了。张啸天，没想到居然是你这个老狐狸。1年前，老爷子安排我调查你，我没想到你能发展成今天这样。你在公司的人事、财务，在这些地方做的小动作我就不谈了，但是你作为静静的亲姑姑，你居然用如此卑劣下作的手段来对付她。这个仓库我提前装了监控，你们刚才所做的一切，说的所有的话，警方一一知晓。张啸天，你少在这装好人啊！这些年，你没少从我们许家占便宜。有话留着做笔录再说吧，带走。张啸天，我跟舅妈待你不薄啊！你个忘恩负义的老狐狸，你这个狡猾的老狐狸！小月。静静，对不起啊，张叔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一直没有跟你联系，委屈你了。张叔，我还以为你们都不要我。我跟你爸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别人不管你，我一定管你。你该去看看你爷爷了。你爷爷最近好些了。至于你之前公司经营的问题，都是许素君一手搞的鬼，回头我会帮你处理，不用担心。谢谢张叔。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安局，去配合调查。对了，这个仓库确实是你爷爷给你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。不过，这是你们爷孙俩的事儿，我就不管了。都还顺利？一切顺利。老爷子身体还好吗？哎呦，托您的福，一切顺利，一切都好。那不是保安队长花哥吗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徐总，我叫27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徐总，我的任务结束了。其实，我是一名安保人员。我知道啊，你是公司的保安。我的工作和普通的保安不一样，我们只服务一些特殊客户。
是张叔请来的。徐总，这些天多谢你的照顾，我想是时候说再见了。你可以留下来。徐总，你已经不需要特殊保护了。再见。今天在家里的时候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其实今天看到你生气的样子，我还有一点开心。加油，徐总，你可以的。5927，你的编号我不会再让其他人用。徐总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徐总，早餐很重要，多吃一点。是你们把徐总弄伤的。走吧，徐总，去买巧克力味的冰淇淋。加油，徐总，你可以的。真的。上班第一天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啊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咱们就是这个集团的脸面
哎，徐总去用餐啊？哎，徐总，那个小月姐还在出差啊？她这次出差时间比较久。啊。大江哥，这个小月姐是谁啊？哎，今天晚上下班请你们吃火锅，慢慢跟你们说。詹妮弗小姐，詹妮弗小姐，这次我们影业很高兴能邀请到你，希望咱们以后合作顺利。师傅，拿了就来。他都知道你的英文名字了。而我只知道你的编号。Infant, what's going on? Shut up. 5927。上次你说看到我生气，你会有一点开心。现在我非常非常生气。我现在非常非常开心。5927，我要过你一杯，看个价吧。哎呀，这个被徐总压在身下的这个人啊，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，我小弟啊，编号5927。哈，这个呀，是标准的霸道女总裁和狗血小保安的故事。夸张是夸张了点啊，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两个好好干，知道吧？这个事儿不是每个保安都能遇上的。但是他话说回来了，做好自己本职工作，那怎么着也错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你手机呢？来一把，来，再来一把。哥，咱都3连趴了3排坑太多了，5排好，是不是？哎，大张师傅啊！你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大张师傅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公司呀把我们招回来了，明天就上班，以后就能每天都看到大张师傅啦。俩臭丫头，来，赶紧坐。我跟你俩说啊，上班以后，你俩把他俩看好了，你俩工作完成一半。
这个看着可像大学生的。对于情节推动没有作用的内容，压根儿就别往上写。我有5块呗。来呀，谁怕谁呀？哎，我问你啊，麒麟到了北极变成什么？冰淇淋呗。你俩再给他出一个，你出个难点的，快点。我似乎知道我父亲留给我这个仓库的目的。徐总，这仓库是您的，您能把灯打开吗？这样更有感觉一点。如果你说的没错，明天我们要去乌拉尔山一趟。5927，今天就订机票。好的，徐总。徐总，不是我不尊敬你啊，我说你俩搁这腻歪的慌不？啊，天天搁这整的相敬如宾的，真行啊！革命的小酒没喝多少，革命的纯洁友谊被你俩演绎的那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哎，我不觉得咱们仨特别像某个电视剧里边的3人组合吗？一个女的貌美如花，气质高雅；一个男的相貌平平，超级能打；一个微胖的胖子。嘴特别贫，人家第4季都快上映了，说不定我们也有第2季呢。行了，大家别贫了，那边好像有东西，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有个大炮！好欺负人啊！其实我今天来，主要是公司那边的人都挺想你的。我也很想你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每天早上在公司门口看不见你，我不太习惯。我知道很多事情你是迫不得已的，但是知错能改，那就是好同志啊。看到你还是这么漂亮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那个小月姐，我还能来看你吗？应该能吧。我真的会开飞机啊！什么？我说，没想到你真的会开飞机。啊？我做梦的时候梦到了你和飞机。我和飞机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开吧。徐总，系好安全带。出发，带我去天涯海角。好的，徐总。